介绍一种长期照顾的保险。这种保险就是讲，你较衰，去互车弄着头壳，规身躯歹了了。安尼吼，就足吃力啦呢。嘿啊，甚至你着爱长期请人甲你照顾，是讲你破病足严重的，无办法家己行路，无办法家己食饭、洗身躯，是讲你食老去得着老翻颠啦。老翻颠安尼阮厝边即马一个就是安尼咧。嘿啊，若孙你带着这种病你等有当时会家己黑白讲话，嘛唔知影家己伫倒位。毋过你若买阮这条保险一个月你就当领着2万块来请看护来甲你照顾，一直照顾甲你人转去。安尼